12月22日星期三，维吾尔、藏族和香港的活动人士联合发表声明，呼吁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抵制2022年中国主办的北京冬奥会。本月初，美国宣布拜登政府不会派美国政府官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冬奥会，正式通过外交抵制向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压。这一抵制是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。当地时间12月26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，如果美国和北约拒绝提供战略安全保障并持续东扩的话，俄罗斯的回应将会非常多样化，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建议。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发表报告，预料2022年全球经济产出将首次超过100兆美元，而中国料于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，较2020年预估的2028年延后2年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日在官网报道，过去24小时共新增158例2019新冠病毒疾病本土确诊病例，其中157例集中在陕西省。据陕西省卫健委，自12月9日以来，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99例，其中西安市485例。由于新冠病例激增，西安周三下令1300万居民待在家中，禁止不必要的外出。欧盟正准备对欧洲市场低价销售中国部分电子元器件征税。据英国媒体报道，中国此举使消费者转向更便宜的产品，危及欧盟国家的生产。该报告称，布鲁塞尔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贸易战。据亚洲新闻国际消息，马来西亚连续3天降雨后，多地发生水灾。当局报告说，在洪水中丧生的人数增加到47人，并正在寻找5名失踪人员，大约33000人被疏散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彭亨省。德国武器出口创历史新高。德国经济部宣布，今年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销售额已超过90亿欧元，销售额最高的国家是埃及，该国向埃及出售了价值43.4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装备。